咁上次咧，大家都睇過我哋台山象牙米嘅嗰條視頻，反響非常之強烈啦。咁所以今日咧一早嚟到咗台山當地嘅龍頭企業江聯米業呢度嚇，同大家做翻場專場直播，帶大家睇睇。嗱，呢隻咧就我哋賣嘅米啦，不拋光農家米啊，象牙米嚟嘅嚇，攞晒非遺啊同埋省重點龍頭企業嘅，全部冚唪唥都係大型機器。嗱，呢度啲機器咧咁大部嘅設備咧，全部都係做米嘅，所以實力方面咧唔需要多講啦啩。而家仲未開機啊，因為太早啦。所有嘅米咧經過唔同嘅工序咧，跟住就係放喺呢幾個罐裏邊去儲存，跟住係出嚟咁樣打包噶啦。好大個罐嘅，全部係裝住晒啲米嘅。呢個象牙米咧細長，好似象牙咁樣啊！一攞出嚟都聞香啦已經。咁呢隻咧就我哋嘅不拋光象牙米啊，非常之香嚇。咁但係即係平時大家咧喺超市係買唔到呢種米嘅，點解咧？因為佢超市佢需要係大量嘅貨堆喺度，係一定嘅時間先可以賣晒出去噶嘛。佢係一個短保嘅米，90日短保嚇。咁啊特別係天時熱嘅時候咧，佢係特別容易生谷牛嘅。如果你放得太耐嘅話，咁所以呢啲米嘅話，大家買翻去啊，大概1個月2個月咁樣食完就 OK 噶啦。煮出嚟啲飯係非常之香嘅，好好食嚇。而且你煮飯啊、黃鱔飯啊、油鹽飯啊、煲粥都冇問題。佢呢個象牙米咧係絲苗米當中嘅一個王者級別啊，比較優質嘅一個品種嚟嘅，所以大家想要食靚米嘅未試過嘅，入嚟我直播間睇睇。